农历春节就要来到，真侪民众过年拢会采买喷火来布伫厝内。为伫个桂林的七家花卉园区，因应虎年的来到，产销班特别推出各种的应景喷火，有虎头兰、虎尾兰，甚至是虎头柑、金桔啦等，应有尽有。我们今年啊，刚好要迎接虎年，所以我们的花卉区啊，有很多虎头兰，也有虎头柑，还有虎尾兰啊。如果民众啊喜欢在虎年啊摆这些吉祥的盆栽啊，可以摆虎头兰、虎尾兰啊，有头有尾，好像很不错。那今年的花卉啊，过年花卉啊，因为预期啊，民众购买的那个购买力啊，还跟购买的那个数量会减少，所以啊，农夫啊有稍微减量。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年如果在家想除旧布新，应该要提早来购买过年的花卉。那我们过年的花卉啊，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有兰花，就刚刚讲的虎头兰、蝴蝶兰、报岁兰那还有就是比较吉祥的有大吉大利金桔，还有好彩头，就是红色的萝卜、红色的菜桃，还有那个代表旺旺来的凤梨，还有一些球根花卉，像郁金香、风信子。水仙西洋水仙这一类的，都是我们过年应景的花卉。希望民众防疫在家心情不足可以到我们七甲花卉区来走一走，买一些漂亮的花卉回家除旧布新。另外，为了刺激买气，今年产销班特别结合区公所加桂林农会，推出多项的优惠好康，除了满300送摸彩券，另外满千还佫加赠花线归人的特色伴手礼。归仁七甲花卉园区是咱台南最大的盆栽集散地为了迎接过年的游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次特别准备摸彩活动来增加买气。那我们的摸彩呢，第1月24号了到2月15号加元宵这段期间呢，主要到我们的七甲花卉园区。每单笔满300元就可以有1张摸彩券，那满1000元呢就可以再多送一个花线归仁的盆栽伴手礼这个另外呢，我们的摸彩品农会也特别支持跟赞助咱有准备3台卡拉车，那另外也有优质米，那花卉业者也准备了很多盆栽跟我们的肥料等等我会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游客能够来我们的七甲花卉来踅七甲花卉园区不但是台南上大的喷火产销班，同时嘛是桂林知名的地方特色产业。区公所甲产销班欢迎民众踊跃前往采买。不过防疫期间，一切也是遵照防疫的规定，并且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